来看伫台湾哦，嘛真受欢迎的动画人物鲁鲁米，伫全球各国拢有真侪买奖。鲁鲁米今年嘛已经80岁咯，作家伫创作伊的过程哦，嘛甲第二届世界大战有淡薄仔关系，咱做伙来了解。 伊练练的身躯短短司机，雄雄一个看，嘛亲像白色的虎马。伊就是芬兰来的人气角色牧民，演过伫台湾翻做鲁鲁米。根据芬兰籍作者多贝扬森伊的设定，牧民毋是虎马，是北欧传说住伫山内精灵。伊甲亲朋好友住伫大自然，过无烦无恼的生活。牧民头一届上市，离即卖已经有80年的历史。一寡介意牧民的大小朋友，拢来芬兰的牧民博物馆，甲遮布翁仔欢喜翕相，也献出幸福的笑容。有人讲，细汉时啊，亲人拢会用牧民的故事册伫床边讲故，是家己上界珍贵的童年记忆。I'm a total fan, and now he's a total fan, and our apartment looks like a moving shop. 牧民头一本红仔册出版了后，大家真紧都真介意，尾也做成绘本、漫画、动画加主题乐园，各翻做60多种语言，一直到今仔日，牧民也是受到全球观众甲读者介意。啊，毋过伫古水纯真的角色背后，其实有一段黑暗的历史。第一本牧民红仔册标题是《牧民甲做大水》，内容是牧民一家伙仔去互大水冲散，其他的人想要赶紧甲爸爸找倒转来故事。嘛，故事无轻松，插画风格嘛无后来遮尔显目。有人解读这是投射当时芬兰的国家局势。But her first moving book came out in a dark era. She felt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paint, and she started writing what she called a fairy tale. But she excused herself not to include princesses or princes, but chose her angry signature character called Moomin Troll to be the main figure. 当时拄是二战期间，芬兰去苏联入侵，面临生死，国内气氛压力真大。作者为了提振士气，开始想出一个爱和平、勇敢、高充满好奇的奇幻角色。到尾啊，合作一本册，伫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出版。对二战的结束，这个代志嘛渐渐互人忘记哩。牧民甲朋友因的冒险故事也留伫个册内，持续为世界各地人带来欢乐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